公司台记台平行人生的新闻专题，今日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白色恐怖受难者杨国武伊起落的一生。杨国武伫咧18岁时被政府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去封关伫咧绿岛。伊讲真若人生毋捌出现白色恐怖，伊要做一个戏剧家。咱做回来看伊的故事。 70年前，差不多嘛是这款黄昏红霞景致。杨国武伫咧绿岛新生奋斗厝强制劳动过一段落，返去牢房，伫家面床卡的 violin 摕出来下一条，靠着脑子气，风声之决，笑透满腹的心酸。 杨国武伫伊18岁时去互警总伫册包内底抄到《战争和和平》，也有土地改革的册，转去封伊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，判去绿岛关10年，一直到伊28岁时才去封放出来。我出来了嘛是去国家档案局找资料，有关于我个人的安尼记录正本，杨过你今仔日偷讲2本话，今仔日烫车我摕无穿衫，拢甲你写呢。 一本遮厚的迄个，敢若日记就对了，迄嘛拢影出来。参加了后，杨国武调整心态，对小生意做起，刷来开纺织厂、制药公司、生物科技公司，搁要入选全国10大杰出的企业家。伊伫咧伊68岁时，开始甲伊超出的历史真相写出来。即摆毋是讲要有心情讲要来报复啦，要安怎无，拢无，已经是作平时。像这个真相，历史的真相。 真相只有一项尔嘛，莫搁看，伊硬看，加害者无半个，加被害者是，台湾当拢是被害者，安尼都毋对啊。每年杨国武就90啊，即摆伊头毛喙鬚白，目睭也蒙雾啊。伊讲，若阵人生毋捌发生白色恐怖，伊也是一个戏剧家。用戏剧来演悲剧，10分来讲一个故事，8个故事把这个拢甲串联起来，用 musical 哈。 我会晓，安尼，我心是即个也无机会通吼。虽然无法度伫台顶的台湾歌谣，甲伊的老师简国贤先生伫咧228发生以后，袂赴搁再搬合作壁的这出戏，互人看到社会上善者和好者的命运是天差甲地。毋过行过这的风风雨雨，伊简单毋忘时势，会当透过伊的册，对白色恐怖有搁较全面的认识。记者阿敏、金田玉水台北报道。